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有去？明明就是你把爸赶出去的。这7年来你是去倒位啊？我咧想办法，回来你的身边。我无想，你甲我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你嘛介意回着我。你给你冷气啊？那有你妈无欢喜啊？那我们干脆分手啊！哦，哪会讲这款话啦？我知影你咧生气，你咧甲我逼，我拜托你接电话好不好？咱别安尼就结束啦。开会。你请啊，我就想你的。我嘛就想你的。